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，大家好！呢個主日我哋慶祝常年期第30主日。喺上兩個主日我都同大家分享，我哋要恆心祈禱，天主去到最後一定會俯聽。今個主日嘅福音再次提醒我哋，窮人嘅呼聲一定會去到天主嘅台前，所以只要我哋恆心信賴佢，喺貧窮裏邊能夠更加激發我哋對天主嗰份嘅依靠。當然我哋講緊窮人，唔係單單只係講緊經濟上貧乏嘅人，亦都包括一啲受壓迫嘅、受歧視嘅、孤兒寡婦，或者係年老被遺棄嘅人。就好似喺讀經2聖保祿宗徒所講嘅，雖然身邊冇人支持，但係佢哋體驗到上主嘅臨在，堅強佢哋，拯救佢哋。相反，喺今日嘅福音，我哋睇到法利賽人，佢只識得去比較，可能佢哋缺乏一種嘅安全感，或者好追求一種自我嘅肯定。所以喺福音我哋聽到呢個法利賽人，佢話我唔似其他人，亦都唔似呢一個稅吏。我哋要感恩天主俾我哋恩寵，好多嘅恩寵無論係喺我哋嘅財富啦，我哋嘅成就啦，咁但係我哋感恩嘅同時，亦都唔好自視過高而輕視其他人。因為當我哋輕視其他人嘅時候，就係會得罪天主。因為我哋有時候所輕視嘅，正正就係天主所喜愛嘅仔女。幾個星期前，我有機會參加一個婦女嘅神學探討會，聽到好多婦女，特別嚟自東南亞嘅婦女，一啲好多嘅辛酸，甚至乎佢哋分享自己一啲悲慘嘅處境，因為貧窮啦、戰亂啦、剝削啦，甚至乎要被逼出賣自己。但係我好深深體會到，呢啲窮人反而係更加肖似耶穌基督嘅，因為喺佢哋嗰種嘅痛苦困難擔憂當中參與咗耶穌基督嘅十字架，更加使到呢啲痛苦變成一個逾越救贖嘅機會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穌今日喺福音裏邊經常提醒我哋，凡貶抑自己嘅，必被高舉。今日我哋就係要學呢樣嘢，就係要同呢啲稅吏一樣，一齊謙卑咁樣跪喺上主嘅面前，同天主講：主，求你可憐我呢個罪人，因為只有咁樣，我哋先至能夠打開我哋嘅心靈，真真正正去體會、經驗天主嘅慈悲，真真正正識得去尊重，而且係扶持、關心呢啲最需要我哋幫助、最弱小嘅兄弟姊妹。天主保佑。